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我係岑奕琳。首先睇一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。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底下，中國東南部今日天色唔錯啊，而且雲量相當之稀少。而喺今朝由維港望出去，雖然見到一啲雲量，但係雲與雲之間都仲有啲罅隙。我哋預計晏晝會見返多啲陽光。而至於氣温方面，喺7點嘅時候，香港普遍地方嘅氣温介乎27至28度。我哋預計嚟緊幾日，高空反氣旋會覆蓋住廣東，我哋嘅天色會係普遍晴朗，天氣酷熱。但係高温觸發嘅驟雨亦會影響到內陸地區，所以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，早上局部地區會有驟雨，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同埋炎熱。市區嘅最高氣温大概去到32度，新界會再高1-2度。風方面係吹和緩東至東南風。至於展望方面，我哋預期嚟緊嘅2-3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熱。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再見。